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1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新店彰发生枪杀案，一个咖啡商死亡，嫌犯随着飞去中国厦门，专案小组已经联络中国公安请求引渡遣返。南韩前总统全斗焕早期过身，享受90岁，伊任内实施独裁统治，嘛发生死真侪百姓的耕州运动。屏东无大乡的旭海部落，要成立台湾头一座太空火箭发射场，来帮助国内太空产业的发展。新闻一开始，咱来看咱国内今仔无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有7个境外病例。另外，针对主头一档已经超过8礼拜的民众对11月25开始就唔免去平台预约，会当直接去指定的病院诊所选取无同款牌子的第2档，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有上届新的说明。那没有本土的病例哈，那境外移入7例，死亡的个案也没有哈。11月25号起，已经接种第1剂 AZ 疫苗，那隔8周以上的民众，第2剂的接种哈 BNT 或莫德纳，都可以到地方政府指定或安排的合约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来施打。好，在我们这预约平台仍然有哈。那今天早上我们开放了哈预约哈，就是第15期 BNT 预约的情况，那到1点哈，那已经完成预约的人数有1207199名。基本上我们还是会照着哈，可以让大家打相同疫苗的，好这样的可能性，不会把就是说某一个厂牌全部都停掉。好，像今年我们有打几种疫苗，明年我会照这样来准备。那当然会去预估好一定的数量。再来看新北市新店彰发生枪杀案，一个细号的咖啡商不幸过往，警方嘛伫咧掠嫌犯手也毋过所发现讲，有一个姓黄的嫌犯伫昨中昼就飞去中国厦门，嘛甲台人的枪等伫往来机场的路线。我们目前还初步判定他，是不是枪手的部分，我们还在追查中啊，因为这个要查气道，我们才能做个厘清。因为已经出境，我们现在就是请相关机关帮我们配合，紧速查气道案。警方伫监视器看到讲，嫌犯台人了后，驶车去卖场换衫，后来搭客停车去台北市龙山市的捷运站，佮再换衫，就去桃园机场。伊嘛甲台人的枪弹掉，就随坐飞机飞去中国。嫌犯大约是30多岁，有毒品、枪炮、过失伤害等前科台人的动机是阁无清楚。目前知影讲，伊人已经飞去中国厦门。专案小组会透过刑事局的两外科联络中国公安来请求甲伊引渡遣返。再来看新北市新庄一个姓庄的查甫人，大早日饮酒了后，坐客停车要登去处理，伊真不满讲这个司机驶了上过慢，竟然就对这个司机起骹动手，佮摕刀仔甲伊恐吓。司机先闹跑这个嫌犯直接就甲车驶登去处理，后来互警方抓到这个嫌犯是讲发生什么代志，伊拢袂记这了咯，也毋过嘛是互依法上班。电话拿出来，等一下，这会举一支刀。讲话歹声扫，计程车司机声音讲话还佫会喘，赶紧走出去车外大声喊救人。要回来了没？看司机无转来，这个啉酒醉的乘客就直接把车驶走。我去看他那边一个人我不知道干嘛。计程车司机伫咧大车路顶把车等下逃走，是发生伫咧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甲思源路口。警方表示，伫咧2月早起8点外。姓庄的嫌犯啉酒醉了，坐计程车要登去厝的，沿路一直用头甲手拱玻璃，司机甲伊挡，伊真不满。尾啊，嫌犯叫司机驶较紧嘞，司机也是不爱，所以就气甲出手拍司机，并且拿刀甲伊恐吓。范闲这边逮捕后，他是供称说他全程因为酒喝多了断片了，所以说对这件过程也没有印象。那全案我们依强盗罪跟伤害罪嫌来做移送侦办。警方表示，嫌犯抢到车了，直接驶登去伊住的所在休困，并无财产损失。也过伊涉嫌动手拍人、拿刀恐吓，甚至把车抢走，已经被依照伤害强度罪嫌移送法办。也那司机也决定要改告，但是酒驾的部分，虽然伫咧嫌犯的骑机测到伊的酒测值超过标准，也过无法度证明有酒后开车行为，所以依法是无构成酒驾。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的警方接到检举，讲电商平台顶头为中国盗版台湾出版社做的大专生跟高中小学生题库的影印本哦，查到讲是一个伫补习班教册的老师在经营，一年外侵权的金额就超过1亿。那甲嫌犯的办公室，警方发现5台电脑，内底嵌有各中小的数学课题，还有大学微积分的课题，但这拢是盗版品，是嫌犯为中国买来的档案，互民众透过电商平台还是面册下订了后，还互对方电子档还是实际的册，一档我落来，业者防侵权的价值超过1亿。查扣盗版书籍500余本，学校命题题库、电子档数万笔等犯罪证物。警方发现嫌犯不是补习班的老师，看准去年疫情非常严重，伫咧厝内上课的需求提升，才大量来卖这的物件。上午受害业者嘛出面，讲这的盗版品材质还有技术拢无正版遮尔好，长期使用落来，恐惊会影响到看物件的视力，嘛强调为着要打击到盗版，一定会采取着行动。严格的审查跟认可的，那对学生的视力啊，或者是对学生的身体上会比较没有安全跟健康上面的疑虑啦。单看这里，它就是很饱和，那它这个就会有点状、网状。书店看书都有折扣，盗版书它这本是没有折扣，剩多少就折多少，尺寸会不一样。台湾国际图书业交流协会讲，盗版是非常的严重，压缩着业者生存的空间。冲击上少4成业者，去年新冠肺炎，互民众伫厝内时间更加长，盗版的程度嘛愈来愈严重。警方提醒，卖这盗版品可能要面临75万以下的罚金，还是3档以下有期徒刑，民众千万唔通来违法。记者王刘婷、陈很坤报道。来看无党籍立委林昌泽罢免案第2阶段人数，至少是要有24475分哦，因为初审阁差2358分，要阁补件。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哦，早阁有发起人伫早起提出6738分的人事书去选委会补件。钟小平是表示，伊有信心会当通过。我们差2358份，今天送6738。本来8000多，我们自己删掉重复的，所以剩下6738，我相信一定会过哈。大家看到那个联署书，万华人口是中正的2倍，这次我们摆摊哦，如雪片飞来，大家很紧张，怕罢不掉它。其实之前在他们的这个第2阶的审查爆出了超高的这个错假率之后，那当时我的回应也是，其实我觉得即便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认为他们会罢休啦，所以我们也是做全力的应战，那他们一定是会继续搞，然后继续补件嘛。那现在果然他们也是继续补件的，那我们也是秉持一样的态度，我们就是全力准备来迎战。林昌泽是回应表示，讲伊家己的竞争力全证明哦来对阵。钟小平是表示讲，因为补件收了真早，所以提早完成了。中选会嘛必须要伫40天内底来完成审查。最近小人所发生几下件超商店员防攻击，嘛有人摕棒球棒拍人，新北市嘛有枪杀案哦。有将近7000外的网友伫总统蔡英文的面前要求讲，政府应该要有回应。总统嘛做出3点的宣示，要求讲内政部要进行全国打击帮派犯罪专案行动，嘛要加强暗时的巡逻，针对严重的精神病人哦，要加强追踪甲预警的机制。最近发生超商攻击、球棍拍人、甲新北枪击案这的治安事件引起社会关心。总统蔡英文2日暗时伫面册发文提出3点宣示谴责暴力，强调会要求内政部执行全国性共步打击帮派犯罪专案行动，同时加强暗时巡逻，甲针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强化追踪甲预警机制。蔡英文23参加台湾智库20周年论坛时阵，面对记者追问，蔡英文无继续回应。最近连续发生真侪件重大治安事件，有将近7000个网友伫蔡英文面册顶悬闹会，希望政府提出相关的做法。面对外界质疑，蔡英文的回应是伤过慢。那立法会拢有因家己的看法。在这一次提高整个层级，不只是治安，还要把社会安全网这个破洞要把它弭平，这样才能建构一个让人民安心的一些治安环境。几年来，我们看到蔡英文做的最好的，真的就是网络的这个宣传。那落实到人民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有安居乐业吗？没有嘛。尤其像这种超商的
电源的事情已经接二连三的发生，那会让所有的社会大众，尤其很多父母都担心。社会暴力事件真多，引起治安的疑虑。专门强调已经要求行政院提升相关措施。23也举行治安汇报，届时阵会针对政策做法向大家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威胁，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建议讲，应该把即马这边对4个月延长到1档，也无这些浪费时间尔。另外，国防部提出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今仔日立法院审讨，在野党是真烦恼讲2400亿特别预算若属通过，问题是阁未少。台海情势继续紧张，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教授蔡东杰讲，即马台湾所面临的威胁，是最近60-70档以来上严重的情形，就是面对真正可能会发生战争的风险。就算有真侪国家吹讲会甲台湾斗相共，台湾又爱家己做好准备。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就建议，咱即马的役期应该自4个月延长到1年。因为4个月的军事训练力呢，对国防部是一种负担，对4个月的训练的这些年轻人役男呢，老实讲，也不能做一个合国的步枪兵。立法院一个审查关系到2400亿个海防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主要甲采购飞弹系统、高效能监听抑个防空系统，也就是蔡政府5年来第4遍编列特别预算，要互估值达到2兆。国民党立委陈以诚讲，即便以国防自主产业的对内采购为主。再加上中科院已经转型做行政法人，无适用政府采购法，会产生严重的后续的监督问题。并不是对美军购，而是以国防自主产业的对内采购为主，所以会产生严重的后续监督问题。国民党乾坤大挪移，把军购移到特别条例，把特别条例移到中央政府总预算，这样的乾坤大挪移。这个是彻底违宪的。当立法院正伫咧为有算案正反意见辩论的时阵，路透社报道讲，美国的海军伯克级别导向飞弹驱逐舰米利24号23通过台湾海峡，依照国际法伫台湾海峡做例行过境，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也若中国方面目前是也未对这件代志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通货膨胀的压力愈来愈大，经济部虽然规划大卖场并购专区，也毋过效果是真有限。最近经济部长王美花嘛找尹芳仪统一集团开会，希望会使稳定物价。厂商嘛拢表示支持，讲年底进前未起价。另外，台酒嘛承诺讲相关的泡面，明年农历过年进前嘛未起价哦。米酒嘛先维持稳定的价销。最近物价无稳定。17项重要民生物资 CPI 起码一直拢伫咧增加，有一寡蔬菜水果的价销拢伫咧起，亲像是头马豆、青番姜价销起1-2成，水果是芭乐起上多。传统的菜市啊，即马正罕咧看到芭乐，因为伤贵，消费者来买就无进货。要价销较俗的是5粒100，盐菇较细粒。为了要省钱，即马家庭主妇伫咧买菜时阵，大家拢经俗的买。芭乐比较贵，换别的水果就好了啊，不一定要吃贵的啊。什么东西都贵起来，涨10块以上。也个这间早餐店，疫情发生了，生意已经落2成。盐菇、包装纸、纸杯的价销即马拢变贵，为了要反映成本，几乎所有的产品拢起5块。像这种杯子，它原本一箱大概1000出头，一箱已经1500多了，没有办法去吸收了。然后就是全部的东西都涨5块钱。为了要控制通膨的压力，经济部规划大卖场并购专区，不过物价也是一直起。伫最近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制造业的大厂永丰余统一集团开会，厂商讲支持价销平均。答应伫咧年底进前未起价。天然气的部分，我们最近为了民生，为了稳定物价，所以我们最近都会动涨哈。像米酒或者是民生啤酒等等都不会涨。委外代工的那泡面的部分，我们在年底前一定不会涨。王美花表示，国际燃气的价销最近伫咧起，就惊讲物价也第一起。强调为着民众的生活，国内天然气价销12月进前是袂起。学者分析。
国际原油的价格伫最近拔到80块美金以下，掩过通膨年底进程依然有压力。伫11月、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毋是破3%，也是重要的指标。记者综合报道。电判起诉的公投，12月18特别投票。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今日发布2021年世界核能产业的报告，内容指出讲，2020年全球核能发电的比例是有史以来上低，风电、太阳能等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嘛创下历史新高。款团嘛讲哦，这报告清楚指出讲，再生能源才是未来上重要的能源。刚要来定客期20年还未完成的核试，年底由公投来决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提早来发布2021世界核能产业现况报告中文版，指出核能占全球总发电量的比例，去年占10.1%，创下新高。运转中的机组有2/3运转超过31年，有1/5超过41年。大部分的核电都逐渐到了这个该要退场的时间，因为福岛核灾之后呢，许多安全标准提高，所以成本也随之提高，所以其实各国已经不太选择做核电作为他们能源的主力选项。那核电已经成为一个夕阳的产业哦。现况报告嘛指出，2020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增加3成，风电年增量差不多是翻倍，甲太阳光电发电量拢创下历史新高。太阳光电或风电的成本长期看起来都是巨量的下降。其实长期的绿能，所谓的太阳光电、风电等等，应该是我们能源中间的主要的选项。支持核能的迄方提出，发生核灾日本嘛重启核电。立明强调，日本的重启之路并不顺利。支持核能派他却不告诉你这个数据，他让你以为说10座重启很多，但他不告诉你的是，目前日本决定废炉的反应炉高达27座。这份报告为1992年开始发布，为世界各国内的，包括日本、德国等国12个学者共同来写。今年嘛第一届有专章来探讨极端气候冲击。报告嘛讲到，核电正会受到欠水甲热浪的冲击。2019年，欧洲热浪造成法国9座反应炉受到影响，损失10%核电装置容量，造成法国电力市场的价效一直起。记者林文丹辟如台北报道。来看中华市公所是咱全台湾唯一公家有代管庙事的政府机关哦。目前是管15间的公庙，也毋过常常拢传出讲庙内一寡正珍贵的文物风头退走哦。中华市公所表示，会先掌管其中8间庙事的230件文件来做调查记录，希望使有系统来保存。固定购置中华市的元清观，正定内底这尊神像，就是玉皇大帝开基神尊。伊是2006年一场大火，伫正定泥塑神像内底被发现，而庙方阁抢救真侪当时的古文物，虽然已经受到碳化，不过嘛被保存落来。虽然火呢经历了那么大，但是在外观碳化的也蛮严重的，但是我们把它保存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弧度、它的外面的构造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华市的寺庙古文物拢相当丰富。负责管理的中华市公所表示，经庙文物就是历史的见证，应该尽力来保存维护，宣布启动8间公有寺庙的文物普查甲建档计划，进行详细记录。好好的保存收藏，以后可以作为佛化之用，可以作为文创的一个很好的商业古迹、文化观光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林世贤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南窑宫，所落来阁有8间提报230件古文物，伊顺便来开2年的时间来调查甲研究。学者表示，中华市甲鹿港同款，拢有真丰富的文书背景，进行补查了后，资料嘛应该透明化。这样子的普查，未来有没有可能让它数位化，让它是可以在网络上随时可以查询到的？那这样子的公开资讯，对于我们来讲，未来才会是可以好好善加利用的一个方向。中华市公所是目前全台唯一由公家来代管寺庙的政府机关，目前所管有15间庙宇，这是针对8间来进行建档甲补查，对着文物价值以及背景判断真有帮助，嘛将会成为真珍贵的文书资料。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昨中昼桃园青埔的路边哦，有一丛树仔熊熊放起，加载无人着伤。后来发现讲，这丛树仔生真侪白虾，有专家就提醒讲，这一当就爱帮这个树仔做一届的健康检查。
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离中道机车伫高铁站建设路甲长溪路一段路口停等红灯，路树突然倒去，造成骑车的人手切着伤。警方到场了解，搁通知永工处现场处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发现该倒塌路树根部有大量蚂蚁，疑似遭虫蛀，妥联络桃园市养工处前往查看。养工处到场后调派吊车协助排除。针对树仔倒去造成民众手受伤的事件，永工处回应已经慰问受伤骑机车的人，也说明理赔细节。目前已经知影是被挟者起来。倒去的坡仔丛生甲真大丛，也毋过较会受到风力所拐去，研判被挟为长期侵入，加上风大造成倒去。已经针对规条路段树仔一一检视，避免类似情形发生。一般我们看到白蚁的出现，就是因为木材里面有腐朽。针对这种白蚁的驱除，一般来说是先要处理它腐朽的这个面积，让白蚁不能在里面生存。树医师表示，白虾未传染，也毋过树仔后期都有可能出现白虾。爱看树仔的个别健康状况来定，爱定期健康检查，也强调行道树种植爱考虑实在基盘、土壤深度，若无风台一来，开倒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南韩的前总统全斗焕今仔早起过身，享受90岁。1979年军事政变了后，全斗焕掌权实施独裁统治。伊任内上有争议的是牺牲真侪百姓性命的广州民主化运动。韩联社报道，真受争议的南韩前总统全斗焕伫23过身，享受90岁。全斗焕是南韩第11、12届总统。1979年发动军事政变了后掌权，实行独裁统治。1980年南韩爆发5.18广州民主化运动，全斗焕下令镇压逮捕抗议学生甲平民，造成大约2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有几个人下落不明，互真侪南韩人看作是广州事件悲剧的元凶。全斗焕落台了后，因为闹会镇压甲贪污等罪，1996年一度宣判死刑，后来改判无期徒刑。1997年，迄当时担任总统的金泳三以团结国家之名特赦全斗焕。좀12.12 반란 그거에 대한 사법 처단은 끝났어요. 이게 하지만 그것은 군사 반란에 대한 처벌이었고 5.18 어떤 발포 명령이라든가 학살 주범이 이거에 대한 아직 책임감은 없거든요. 그래서 진실을 정확하게 밝혀서 우리 후세들한테 올바른 역사관을 심어주는 것이 가장 중요하겠다 이렇게 생각합니다. 争议几年，全斗焕再度陷入争议，就是伫伊出版的回忆录中指出，民主化运动真事天主教神父遭被恶，即马就看到军机向民众开枪是冒险的代志，无体的骗子等。2020年，方指控妨碍名誉罪名成立，缓刑8个月。根据 YTN 新闻，全斗焕有慢性疾病，伫演习中家己的厝中昏倒了后过身，遗体随后送医安置，目前无公布伊的确实死因。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欧洲有真侪国家针对无主义方式民众限制因的自由。伫洛西亚，嘛有人因为无主义方式袂使坐捷运哦。斯洛伐克的警方是伫大路临检，要求民众爱提出注射的证明。早起德国敢若欢迎注过疫苗的人会当去餐厅、市场消费。奥地利嘛因为疫情严重哦，已经开始全国封锁了。只要你若做过有风险、确诊过恢复健康，也个会当提出阴性证明的，就当去坐大众运输工具。俄罗斯120万人口的卡山市是全国第一个要有证明才当坐大众运输。二即间有大约500人无法度坐，就人甲站务人员去冲突。Вам выпишут штраф, это до 30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а перевозчику выпишут штраф до 500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华有注射证明就当入去购物中心，门口白讲，这款规定是针对无注方式的人，为了要控制疫情，所落来3礼拜无注过疫苗的人，袂使入去非必要的商店、购物中心、健身房、游泳池、甲饭店、旅馆，连看比赛拢袂使，警察会零检开单。Áno, je to v pohode, tak mi to je v princípe jedno. Absolvovať nejaké vybavovačky takisto nie, a jedine teda za tej podmienky, že mu urobím test, ale do školy chodiť môže. 捷克也同款，无注疫苗的人袂使去酒吧、餐厅、理发院、博物馆等公共场所。
希望和民众赶紧去做。I cannot live in world like that. 为了要阻止大量增加的确诊加死亡数，注射率伫咧西欧排上尾奥地利2日开始高全境封锁，无必要袂使出门。 Natürlich nervt's mich. Ich wäre schon in Weihnachtsstimmung gewesen und wäre gerne auf den Weihnachtsmärkten gegangen, aber 政府希望民众赶紧注疫苗，若是有法度甲疫情控制掉，至少后个月13了，也有机会有好心情来迎接圣诞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因为东北季风将中部落水客烟花风是正透，亲像要做风台哦。也毋过以早若是拄着东北季风哦，婚礼卖了者就会因为拢是风飞沙，根本是无法度看到位伫北边的彰化。也毋过最近经过第4河川局甲婚礼馆政府的整治，今年都有看到真明显的效果。咱做伙来了解。 来到婚林卖寮乡的落水溪畔，过去若像安尼大风一阵一阵扣过去，风杯沙就会因甲根本看袂到北边花的彰化县。毋过最近经过河川局甲婚林管府共同来治理，伫大沙仑乌22个井，各设200个压水器，要来改善风杯沙的情形。 浊水溪出海口这200公顷的沙洲，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困扰了哈。所以这当中我们打了22口水井，那抽取伏流水，用1公里的水线哈，来针对东北季风来临的时候，先进行喷洒抑制扬尘，甚至因为有水，所以我们种植马鞍藤。 第4河川局表示，2日下晡来到卖寮落水溪畔视察，拄好拄到风速上紧1秒22公尺，未输轻度风台大风。不过经过各大单位拍拼改善，包括铺蛤蟆壳砍沙，也有牵水线喷水等等，希望会当将发生风杯沙的日子减少到9日以内。我们虽然这么大的风速，我们还是能够控制到我们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视野的通视度，我们可以看到对岸的彰化。河中岛的沙洲，我们再去把它在12月，我们把它抢救起来，把它做起来。那我们对今年来降低到9天，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环保局表示，针对河川中央的沙轮，因为工程车无法度驶入去，环保局会甲海洋大学来合作，透过无人机处生物蓝膜孔，加强改善河川中央沙轮的营业。希望伫咧合作之下，会当共同来改善落水溪风杯沙。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社中社会知哦，互大拢正关心旧公寓大楼的消防安全。但市工务局就清查34栋的旧大楼，其中有15栋哦，逃生的路线是有问题。市政府嘛要求讲爱限期改善，后个月会搁再检查。若是阁无通过，上济是会当罚30万。近日去徛街甲店头混合的大楼内底，旧式的防火门已经旧凹旧臭，有的阁条咧塞袂叮当。 另外，有的徛街门口搁有堆物件，影响到过路的安全，这寡拢是明显的缺失。针对这件代志，大楼的管理处已经打出公告，要求徛街唔通伫咧逃生动线顶悬堆物件。就是公务局来给我们的指示，说哪个地方的缺失，我们就全部改善，所有走道的杂物我们一律都清除了。 最近，台南市工务局针对欠缺管理机制、有高风险的大楼专案清查。 其中上侪问题就是逃生通道有堆物件、防火门歹去等等的缺失。市府已经要求限期改善，若是无改善，就会照违反建筑法，罚6万块以上30万以下罚金。那目前新材有树洞有逃生避难的动线、闲置荒废的楼层、缺少管理门禁等相关的问题。那12月我们将会逐一的做互查，公务局会向逐一做互查。 若未改善者，将依照建筑法第7条相关规定来处罚6万元到30万以下的罚款。台南市登录在案，但是无成立管委会老公寓大楼，拢总有217栋，头一批清查34栋，其中有15栋有逃生的避难路线、旁远的空间无门禁的问题。不过防火门改善的经费，卡袂到，就要10万甚至900万。有的徛家就希望政府会当到补助。 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工务局强调讲，后续会协助无管委会大楼辅导成立管委会。只要成立管委会了后，明年市府就有公共设施的补助措施，会补助部分的经费，解决大楼的住户无法度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前一阵因几风台落大水后，花莲的玉里农损是真严重哦。一寡农田道路和大雨冲坏哦，到今阁还未修理好。最近二期的稻仔要收成咯，农民就真烦恼讲机器驶袂入去，无法度来挂稻仔。伫花莲玉里镇村落部落的水稻田，专门予农作机行的路怎么放气袂通，过2礼拜就要挂稻仔。讲是路哪一个修袂好，辛苦种的稻仔就无法度挂。85年我开垦，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这条路都不会怎么样。这个上次台风就发现。对，是这个变道，因为3个人都没有路，怎么就割道？里长也真着急，赶紧向镇公所通报，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派人来到3工，将路修好。这个堤防可以覆盖到我们农田将近20-30甲，所以这个堤防虽然是经费非常庞大，但是在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应该可以克服。由于镇公所讲，这个所在涉及河川范围，爱会看后才能决定施作的方向。农民赶紧向河川局要求协助。应该要看是说，如果他今天要保护什么标的，那就是由那个单位会来跟九合局申请许可使用这样子，不是说没有作为，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要留给河川走的。伫这么受到放气路影响，无法度修挂水稻田差不多4公顷。上班伫12月中一定要修挂。农民讲，若是路修袂好，可能就要用人工挂。不过部落内面拢是老大人，能力恐惊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牡丹乡旭海部落，居民已经同意讲会当来遮设台湾头一座第2期科学研究的太空火箭发射场。也毋过民众嘛要求科技部爱承诺讲，若是对民众有影响哦，民众随时拢会当喊停，嘛袂当借互国军使用。不赞成1票。工作人员一张一张抢票，另外一边无用伫登记票数，这张投票会决定旭海村敢要设火箭发射场。有85票赞成。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进行短期科研太空火箭的一个发射作业。科技部准备伫屏东旭海设第2期科研太空火箭发射场，挖伫个中科院久平基地，面积9700平方公尺，是国有海岸林地，会予现代交通、阳明等大学做太空火箭的发射研究。因为土地伫原住民的部落内底，照原住民基本法，22号暗时旭海村民开会讨论。有条件同意，嘛提出但书，要求若影响到居民，会使随时停止，而且绝对袂使借予国防部应份使用。科技部跟居民站在一起，不要给国军用就好了嘛。其实科技部选的伫新台2019年倒捌做来发射火箭，即马科技部接手相关研究已经真久的新台认为，申请可能会较复杂，但会使确保定数更加完整。火箭的资料啊，还有一些漏点啊、预测啊等等这些。然后他会去做审查的工作，这个会比较合法化。设火箭发射场对台湾太空发展真重要，但这个场域但有开放学术单位申请，这嘛代表去年捌伫台东发射火箭失败，引起用地争议的振兴太空科技，第一时间来恐惊大会使继续伫国外找发射的地点。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从观众朋友来看一个好消息哦，台大病院开发出新的喷鼻仔的武汉肺炎疫苗，伫动物的实验哦，效果是个袂歹，嘛会当来减少突破性的感染哦。另外，台大病院嘛做出新型的检验试剂咯，明年开始哦有机会会当来开始做人体的试验。若做一剂或者是2剂疫苗，等预防感染新冠肺炎。国内新冠疫苗第1剂注射率超过7%，不过医院有2成外人连1剂拢无注。为提悬做疫苗意愿，台大病院利用新的黏膜组织技术，研究开发新的喷鼻的新冠疫苗。除了产生 IgG 抗体以外，也产生因抗伫低呼吸道的 IgA 抗体，因有效对抗 Delta 病毒，减少突破性感染。连鸟鼠的试验初步得到验证是会使。这是喷鼻的呢，所以这个当然本身是有一些吸引力哈。因为第一个你不用打针嘛哈，第二个它会产生 IgA 哈，所以理论上它可以比较减少病毒的传播。
另外，体内中和抗体浓度代表对抗新冠肺炎的能力。不过，测中和抗体都要做3级实验室，用活病毒做实验才能检测出来，过程是真麻烦。不过，大研究团队根据 Delta 病毒株 RBD 甲人类 ACE2 设计出检测量，目前流行的 Delta 变异株中和抗体ELISA2组和中和抗体能真紧检测出来。将来我们说不定就可以不必每一次都进第3级实验室，就可以抽个血做 ELISA 就可以了。那这个在一般的实验室做，而且很快。又很方便，一天可以做几百个、几千个检体。研究团队强调，目前全球上切疫苗拢是针对原始武汉病毒株，不过对变异株陆续出现，各国拢在积极研发新的疫苗，希望减少突破性感染。但在这项新的研究发现，即马咧找找国内生技业者合作，希望明年顶半年有机会进入人体试验。记者综合报道。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会透过无症状有带病人透过鼻仔脑后的分泌物，也是喙瘾感染这款传染病对红婴仔甲幼囡仔来讲，为着病死亡率是有4成，所以家长都要特别注意。新冠疫情伫全球滚价，民众即马拢有骨力洗手、挂嘴暗，遮尔真好的卫生习惯。不过，煞忽略另外一个高危险、高致死率的流行性传染病，也就是流行性脑梁骨髓膜炎，主要由脑膜炎双球菌所引起。病原菌伫每年11月开始活跳，一直到隔年4月才慢慢消退。国内即马已经有2个病例。那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的进展非常的快速，它可以在24小时之内就迅速的恶化。那即使有的时候你已经诊断出来，你快速使用正确的抗生素治疗，仍然有相当高的比例，可能有10到15% 仍然会来不及救治。医生表示，流行性脑梁骨髓膜炎是透过无症状带菌者鼻仔脑后分泌物，也就是喙瘾腔感染。高风险族群就有婴仔免疫力较歹族群，比如继续性胞体缺损、脾脏功能受损、甲 HIV 感染者等，其中有3成以上的感染者拢是4岁以下幼婴仔。若感染病情可能伫24小时恶化，差不多5%到10%的患者会直接发展做严重的脑膜炎败血症，致死率高达40%。一开始的话，可能就来的，或者可能就会被误判成可能感冒，就一发烧，然后3痛的话，通常我们有时候也是流感，但可能它出现呕吐的时候，跟流感也会呕吐啊，所以这有时候就是它可能会把它鉴定成是流感或什么一些就是其他一些病毒感染的情况。医所提醒，为国内外研究数据显示，每5个感染者都有1人至4人爱遭受严重并发症危害，比如截肢、脑性麻痹、样形等。所以大人若出现头痛甲真厉害、烧袂退、想要吐、身体无清楚，幼婴出现发烧会吐、躁动不安、活动力较歹，这症状爱马上看医生，应安排自费注疫苗，健全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常常传出虎头蜂叮人的意外，严重是引起过敏性的休克，若是无好好处理，就会无命。今仔就有药商捐予救难团体一寡急救的药物，望讲会当来帮病人争取活命的机会。最近因为疫情缓和，到虎尾山区佚佗的民众也增加，煞不时传出虎头蜂叮人的意外。因为虎头蜂叮人引起的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过敏反应，皮肤会出现大面积的红等症状。若讲无赶紧处理，伫几分钟了后，就可能有致命的危险。常见都是你身上的皮肤会出现到一些所谓的红疹，会很痒。那少部分人可能会眼睛啊、嘴巴会肿起来。那比较厉害的人，他可能就会出现呼吸比较困难、头晕、血压降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都因为紧急救援人员，若讲处理蜂叮人的案件，也是到深山野地来救人，拢有可能拄到虎头蜂攻击。二三都有药商捐赠下当查的肾上腺素药物，予救援团体提供，予救援人员随身查类，保障救援安全。其实有时候有好的药品，但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送到需要的人身上，其实这个药品也是没有用的。增加药品的可及性，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药品送到需要的人身上。肾上腺素呢，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去改善我们支气管痉挛、喉头水肿的情况，它可以去让我们的血管收缩，改善我们血压降低这样的一个情况。
医师强调，一旦互芳定着，爱赶紧将肾上腺素药物以肌肉注射方式注入体内，就会当争取2到3点钟的黄金救援时间，赶紧就医接受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已经办30档的寒暑尾牙，今年决定嘛要停办，要改做送礼哦。也毋过今年民众捐款的情况嘛无介理想，离募款的目标阁差7成。期间整理发票甲宣传单的手拢无停过，长期募集发票作为食物人服务经费的创设基金会，除了募集发票，到年底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寒暑尾牙。有当过桌长、红包天使，看到一个爸爸是带3个小朋友，自己看来都好心酸。有些说，哎，送到家里我不必跑那一趟；有的时候，哎，去那边又有吃又有拿。又有看到许多朋友。在过去参加寒暑食饱买鸡的张大姊，感触真深。不过自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影响，办了30几遍的大型围炉改制送礼到厝。在10天内，出动全台湾400多人，分做200多条路线，甲年礼甲应急的红包，亲自送到2万位食物人甲寒暑的厝内。今年同款考虑到疫情的无确定性。决定要延续这种模式。今年的目标，其实我们到现在其实离过年也不到2个月，真的才大概只有3成而已，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要走。预计全台会送出12000份，对象会是植物人家庭、清寒的植物人家庭，还有清寒的长辈，还有街友、寒士等等的。基金会规划，今年全台湾要分12000份年礼，提供油饭加罐头一寡可以当放的食品。也有500块的应急的红包，不过离募款要达到标准，也阁差7成，也阁需要各界斗3工，互弱势民众会当过一个温暖的好年。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鼻乡的宋义川向中华美术馆申请经费，编一本在地春志，望讲用文字甲当地历史甲文化，各一寡庄内的故事记录落来。那么做回来看卖。大鼻乡的宋义川，因为惊村里的历史文化无详细记录，未来渐渐失传，因特别向中华美术馆申请补助经费。经过8个外国拍拼，访问基努实地轰炸，总算是做出庄内第一本的传记。那我们去采访了很多社区的耆老他们比较知道说以前在村里的一寡代志安尼我们分门别类的把它记录下来，包括地理环境啊，包括宗教信仰啊，包括以前我们村里有没有什么产业这样。经过这几年不断进步改善，宋义川的就业环境已经变较经济个舒适。现在有传记的出版，总算通甲这在地历史文化甲产业记录起来，望讲互后代少年人更较认捌家己脚下这片土地。宋义川的安那形成的咱有啥物这个产业咱的社区伊这个韧性伫对安尼就将一的拢伫咱这本这个春志的一甲呈现出来。为以前的故事讲到即卖的故事，安尼规庄的迄落代志，拢甲安尼写伫这本的春志内底。阮这本春志迄个国家图书馆内底有阮的认证嘛阮也会甲留一本伫后。目前这本传记也当向国家图书馆申请编号，帮未来列入收藏。传记的编写除了通保存各种的历史文化，在地也希望未来若是有看到这本册的民众，会当实际来行大参访，促进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15天前有一张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囡仔歌的专辑《春天伫倒位》，最近是改用囡仔册的方式来出版哦。会当一边看故事，一边听歌，互囡仔自然就会学晓台语。因两个伫客厅佚佗的时阵，听到机器人阿婆在放因上爱听的囡仔歌。花蕊讲伊正困醒，叫我去问露水。故事对遮地仔找春天讲起15天前的台语囡仔歌，即马加做绘本，带大人囡仔来回味。公鹰的衔接飞过来，然后呢，他们乘上了叶子，
然后慢慢的顺着水流。那这一页呢，也是有藏一些小动物。插图画家龙雅用了真济台湾地景甲动物，互囡仔感觉对咧去佚佗，感受主角的活力甲春天的生命力。故事是歌词的延伸，互囡仔透过音乐甲翁仔做伙去冒险。我们是发觉说，在推广上可能有很多爸爸妈妈，台语也不是说非常的流畅，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做一个像是导读的东西，但是我们又不想要做得很生硬。这条歌陪伴因大汉，这是我本来的心愿，但是除了歌以外，因敢是会当搁较侪台语，还是讲透过这个看绘本的方式，互因搁较有深的印象。台语囡仔歌陪伴囡仔做伙大汉，春天伫倒位，甲进前的专辑的8条歌曲，嘛因为合作团队的拍拼，成做台语音乐剧。黄静雅讲，其实目标毋但是出这本绘本尔，嘛希望其他的囡仔歌嘛通照这种模式深入因的生活，互学台语搁较趣味。记者郑雅文、林旭凯、曾派文台北报道。云林口湖乡的清洁队有设一间木工的工作室，替别人要爱的插头，搁再加工做一寡生活用品哦。甲本色变做是真有价值的物件，实在是无简单。甲别人无爱的木材改造做生活用品，有杯啊，搁有通摕来放物件的棒啊和桶啊，也有大型的设施，参像凉亭、平啊等等。这毋是一般的木工工作室，是云林口湖乡公所清洁队所成立的分山间木工坊。废弃物啊，可以再利用，还可以做垃圾桶。竹筒可以做成那个花盆。各地乡镇市的清洁队除了爱收粪扫，还有大型废弃物，不过也因为大型废弃物实在真好处理，才会想到要摕这些废弃木材来改造做生活用品。真侪漂流木也好，真侪大型的家具也好，也是这站帮，咱就甲摕来做这个木制品。木制品就是会当做真侪足侪咱生活中会当用到的项目。目前已经差不多成立得要2年啊，看有法度要争取更加侪资源无，甲这变做会使一个亲子野餐、环境教育的所在。口湖乡清洁队表示，透过木工坊的改造，通互废弃木材有搁再利用的机会，也希望这个空间会当兼做环境教育，呼吁大家重视环境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义德国小边的中正堂哦，有真侪民众拢会去遮运动。最近社区要甲这栋建筑定油漆咯，就邀请喷漆的艺术家甲当地学生啊做伙创作，完成了后嘛，真做一个真美丽的艺术空间。来自外关市的艺术家，在时也侪人豆豆咧漆，用趣味的红仔甲丰富的色水，表达对义德的看法。漆好了后，准备甲义德国中的学生做伙来完成。这可以吸引人家的目光嘛，第一眼就注意到，所以我可以说，借我的作品也可以让更多人注意到可能这个地方，然后甚至说去了解这个故事后的背景，然后去了解这个关于异族的一些发展。为着要践踏这栋义德乡的公共建筑，社区营造团队邀请义德乡的学校甲社区做伙参与，希望大家会当伫即间要改造的建筑内底做伙留下艺术作品，嘛增加对在地的认同。因为义族它是一个乡下，然后可以有这些东西在这里是蛮特别的，然后再加上我的作品也在里面，我感觉蛮开心的。艺术家也把义族的最大特色玉米融入在这里面，希望大家看到这作品的时候会觉得会很开心，然后也感受到大家这种年轻活泼的气息。然后一方面也是想要去翻转，就是义族都是老人，然后比较安静沉寂这样的一个感觉。这间中正堂是义德乡民拢会来运动的所在，嘛是伫义德乡主要道路顶悬就看得到的建筑。社区营造团队配合政府农村艺术改造计划，希望改变农村，替偏乡带来无同的艺术风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英国，因为防疫放零哦，即马真侪民众拢开始准备耶诞节咯。也毋过英国因为脱离欧盟，欠工的问题拢无解决咯。耶诞节拢爱准备的火鸡量是无够，加在波兰有业者斗3工出口真侪火鸡要去英国，也毋过哦，嘛因为脱欧的关系，报关是变甲真麻烦。波兰的火鸡养殖场，即马意外成做英国的圣诞节游青，
伫英国脱欧，真侪国外劳工离开英国，佮因为疫情和各种经济活动放慢，即马英国嘅火锅养殖业者拢伫咧化工，因为欠人，无法度应付因为节日大量增加嘅需求量。You can see right across the UK supply chain major issues caused by lack of people, whether it's truck drivers, whether it's pickers and packers in warehouses, whether it's butchers, whether it'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re are, as I said, 1.2 million job vacancies. Many of those are the direct result of Brexit. 为了要解决火锅无够嘅问题，波兰嘅家禽养殖业者全力扩大对英国出口。波兰一间正大嘅火锅业者公司嘅商务总监卢辛斯卡认为，波兰这边火锅嘅经营会当甲英国欠嘅量补起来。因公司也希望就由这边嘅出口，甲去年嘅亏损补起来。英国脱欧到即马，对欧洲大陆国家来讲，问题也是真多。英国甲欧洲之间嘅贸易运输无法度像以前遐尼顺，进出口也变得较复杂。Sam Brexit został, że tak powiem, wdrażany etapami. Czyli na chwilę obecną, jeśli chodzi o komplikacje związane z wysyłkami na ten rynek, no to doszły nam niestety odprawy celne, które w całym jak gdyby łańcuchu tym dostaw zabierają troszeczkę czasu, co generalnie niesie za sobą opóźnienia też w transporcie. Jest jeszcze przed nami też kolejne wyzwanie, jeśli chodzi o Brexit, czyli świadectwa zdrowia, które dopiero ma być implementowane w przyszłym roku. 家群加工商的员工讲，因会尽量做，一定互英国人伫咧庆祝圣诞节的时阵，大店拢有火锅肉通吃。Jesteśmy gotowi spełnić wszystkie potrzeby Brytyjczyków. Myślę, że mogą spać spokojnie. Możemy im życzyć tylko zdrowych i wesołych świąt. Merry Christmas to everyone. 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这两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佮有东部天气会较凉冷哦，其他的所在早暗嘛拢会较凉冷。今日台湾北部、东北部佮有东部地区、中部的山区嘛拢会落淡薄仔雨，民众要爱特别注意。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